家平安，欢迎收听6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鹏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们要读诗篇37到38篇，诗篇37到38篇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要仰望上主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他就会赐你力量，保有那片土地。你且要看见作恶的人被赶出去。诗篇37篇34节。据说亚历山大大帝，当他在征服波斯的前夕，他将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他的大臣们。大臣就问他说：国王啊，你将财宝全部分给我们，那你本身就都没有了吗？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：我唯一的财产就是希望。就凭着他满怀的希望和毅力，将波斯一举灭亡。后来建立了一个雄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。莎士比亚曾说：希望在任何时地都是支撑生命的安全力量。富兰克林说：希望是生命的泉源，失去它，生命就会枯萎。海伦凯勒也说：希望是把人导向成功的信仰，若无希望，便无任何成就。所以我们要透过37、30篇的诗篇，我们来看有哪几个重点在提醒我们。第一个，诗人在这样的诗篇里面提到，他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上主的身上。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逆境，诗人他自己去经历到他对神的倚靠跟盼望，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诗篇提醒我们，希望我们也能够焦点专注在这位上帝的身上，相信他的应许和他对我们的爱，并坚守公义的道路。第二个，诗人在提醒我们，透过悔改和求助，让上主的帮助、上主的同在，带领他突破他的困境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或远离上帝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悔改和回转归向他，向上主坦诚自己的罪行，并寻求他的宽恕跟医治。相信上主是唯一的拯救者，他愿意接纳和拯救每一个悔改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。约翰一书4章9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三点，我们要从诗人的提醒当中来看，不要因恶人的繁荣而嫉妒，不要因恶人似乎繁荣，心生嫉妒出来，也不要追求虚无的事物。诗人鼓励我们相信上主，他看顾义人，并将给恶人应得的报应。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，来远离恶行，专心寻求上主的面。第四个，也提醒我们要静默等候上主的时刻，特别是在困难和逆境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会很急躁、担忧，支持不下去。
诗人他真的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刻，提醒我们不要焦躁不安，相信上主的时机是最完美的，所以相信他的保护，还有他一定会供应，在他的时候，在他的地点，在他的心意当中，他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知道我们心中所渴慕的福分。第五个提醒我们要存心谦卑，顺服上主。当我们犯罪或者是面临困难的时候，要存心谦卑，顺服上帝的管教，还有他的指引。诗人告诉我们说，要将一切来交托给这位上主，相信他的恩典和力量是够我们使用，让这位上主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。诗人以上的这些的重点提醒我们，真的希望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焦点回到寄托或是交托在上主的身上，谦卑顺服，坚守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，即使是在困难和试炼当中，相信上主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因为他看顾义人，并降罚恶人。他不要被世界我们被世界的追求和暂时的满足感所迷惑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圣灵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要在神的真理上面来追求，寻求上主，将它放在我们的生活中心，让主居首位，并在它里面找到真正的希望跟平安。在静默等候的时刻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经历上帝的保护供应和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来默想，在面对困境和挫折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够将上主是我唯一的希望这样的真理，这样的盼望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以获得力量和帮助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和需求带到你的面前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赐下信心，让我们深信你是我们的供应者、拯救者，还有引导者。在困难当中，让我们的信心不动摇，因为你掌管万有，掌管一切。求你让我们知道，你可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忧虑，让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上，让我们自己放下自我的掌控，完全依靠你的恩典跟智慧。特别呢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愿你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的过犯，赐下悔改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。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安慰和恢复。求你保护我们的心思和行为，让我们远离恶行和邪恶的事物。求你的指引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上面，活出您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有上主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你的希望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